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8章。毋过，耶稣去橄榄山。隔日透早，耶稣搁去圣殿，民众拢挖来伊遐，伊就坐落去甲因教示。迄时，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带一个妇人人来，伊得犯奸淫的时，互人掠着，因互伊徛伫中央，问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即个查某人犯奸淫的时，互人掠着，根据律法，摩西命令咱着用石头钉死即款查某人，你有甚物意见？”因安尼讲是要试探耶稣，通找空芳甲伊告。耶稣跍落去，用砖头仔伫涂骹写字。因直直甲伊问，耶稣就徛起来，对因讲：“恁中间无侪人先摕石头甲伊钉。”然后伊阁跍落去伫涂骹写字。因一个听到这话，对楼下开始一个一个溜出去，剩耶稣一个。迄个妇人人还徛伫遐。耶稣徛起来，甲伊讲：“妇人人，因伫倒位？无人甲你定罪是无？”伊应讲：“先生，无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嘛无甲你定罪，你转去，以后毋通阁犯罪。”耶稣阁甲众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缀我的人袂伫黑暗中生活，反倒有活命的光。”法利赛派的人就对伊讲：“你伫为家己作证，你的见证无效。”耶稣应讲：“虽然我为家己作证，我的见证有效，因为我知我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。毋过恁毋知我对倒位来，要去倒位。恁用人的标准批判人，我无甲人批判。我若批判，我的判断正确，因为我毋是家己一个在判断，是找我的爸甲我做伙判断。搁恁的律法有记载，有两个人作证，因的见证才有效。我为家己作证，找我的爸嘛为我作证。因就问耶稣：“你的爸伫倒位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恁毋捌我，嘛毋捌我的爸；恁若捌我，嘛会捌我的爸。”这话是耶稣伫圣殿教示人的时，伫藏奉献柜遐讲的。不过无人甲伊掠，因为伊的时还未到。耶稣阁甲因讲：“我要离开啦，恁会找我，毋过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。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。”犹太教的领袖讲：“伊讲我去的所在，恁袂当去，减讲伊要去自杀。”耶稣甲因讲：“恁对下面来，我对顶面来。恁属即世间，我无属即世间。所以我才甲恁讲，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，因为恁若毋信我，就是自有应有迄位，恁会因为家己的罪来死。”因就问耶稣：“你是甚物人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我对起头就甲恁讲啦，关系恁，我有真侪通讲通定罪，毋过找我迄位是真实，我将对伊听到的传互世间人。”因无了解耶稣是伫对因讲爸的代志，所以耶稣甲因讲：“恁举起人子了后，就会知，我就是自有应有迄位。佮我做的代志，无一项是照我家己的意思，只有照爸教示我的来讲。”
找我迄位甲我同在，伊毋捌放我家己一个，因为我不时伫做伊所欢喜的代志。耶稣讲这话的时，有真侪人信伊。耶稣对信伊遐个犹太人讲：恁若继续遵守我的话，就实在是我的门徒。恁会捌真理，真理会互恁得到自由。因应讲：阮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毋捌做人的奴隶，你哪会讲恁会得到自由？耶稣甲因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逐个犯罪人就是罪的奴隶。奴隶无永远属伫主人的家庭，囝就永远有。所以，上帝囝若互恁自由，恁就实在有自由。我知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毋过恁想要杀我，因为恁毋接受我的话。我是伫讲对我的爸遐看到的，恁是伫做对恁的爸遐听到的。因耶稣讲：我的爸是亚伯拉罕。耶稣对因讲：恁若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恁会做亚伯拉罕所做的代志。现在我将对上帝听到的真理甲恁讲，恁煞想要杀我。亚伯拉罕并无做即款代志，恁是咧做恁的爸所做的代志。因应讲：阮毋是私生子，上帝是阮唯一的爸。耶稣就对因讲：上帝若真正是恁的爸，恁会听我，因为我对上帝遐来，现在伫遮，我毋是照我家己的意思来，是上帝差遣我来。是安怎？恁无明白我的话，是因为我的话恁听袂入去。恁的爸是魔鬼，恁单单想要实行恁的爸的欲望。伊对起头就是杀人犯，无遵守真理，因为伊的内面无真理。讲白贼是伊的本性，因为伊是讲白贼的，嘛是讲白贼的人的爸。因为我讲真理，恁毋信我。恁中间什么人会当指证我有罪？既然我讲真理，是安怎恁毋信我？属上帝的人听上帝的话，恁毋听，因为恁毋是属上帝。犹太教的领袖对耶稣讲：阮讲你是撒玛利亚人，搁犯着鬼，检毋着。耶稣讲：我无犯着鬼，我尊敬我的爸，恁却无尊敬我。我无追求家己的荣光，不过有一位为着我追求，为着我裁决。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遵守我的话的人，一定永远袂死。犹太教的领袖应讲：但阮确实知你犯着鬼。亚伯拉罕已经死，众先知嘛死去。你若讲遵守我的话的人，永远袂死。你敢比阮的爸亚伯拉罕较伟大？伊已经死，众先知嘛死去。你想你是啥人？耶稣应讲：我若荣耀我家己，我的荣光就无价值。荣耀我的是我的爸，就是恁讲，伊是阮的上帝迄位。恁毋捌伊，毋过我捌伊。我若讲我毋捌伊，我就甲恁共款是白贼。毋过我捌伊，搁遵守伊的话。恁的爸亚伯拉罕欢喜地听候我来临的日子，伊有看到，看了真欢喜。犹太教的领袖对耶稣讲：你还未50岁，敢捌看到亚伯拉罕？耶稣应讲：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
阿米拉罕还未出世，我已经存在。因就摕石头要甲伊钉，毋过耶稣闪开，离开圣殿。